台中西屯的复兴公园有一个囡仔生山的所在哦，也毋过所有囡仔伫内底搭着玻璃受伤。市政府是表示讲，公园拢有定期的维护，卖来加强宣导甲处罚。你踩到什么？玻璃。那刚刚医生有没有把你玻璃夹出来？有，怕怕。4岁查甫囡仔正脚受伤，包着西布。伊甲厝内人16号前往台中福星公园沙坑佚佗，无想到脚底去挂着伤，还阁因此流血，疼甲无法度行路。厝内人带伊到诊所，医生竟然为空喙当中验出脆玻璃。那一天我们他是踩到玻璃的，因为我晚上带他去看医生，医生是帮他说他旁边还有一点点脆玻璃，伤口旁边，然后就把它夹出来。24号一早起，台中市建设局委约厂商摕着工具将山溪抬过一遍，出现袂少石头甲树枝。其他家长是讲，山溪假日真侪人来佚佗，有山插杂真侪物件，家己也烦恼囡仔受伤。可能垃圾没有清干净还是什么，因为假日真的很多人在玩，那他们可能会留一些玩具还是什么玩沙子的东西，在里面如果碎掉了，他没有认真去清的话，就比较没有办法预防说小朋友进去会不会受伤。建设局每天均由维护厂商进行沙坑的筛检，每周进行沙坑的翻晒，以确保沙坑的使用安全。后续也将持续的加强现场的宣导。市府是强调，已经联络关心受伤的民众。公园的山坑，逐工拢有委约厂商维护管理，后续会来加强宣导，提醒民众，若是有伫咧公园凊彩等粪扫，会使以公园甲路树管理自治条例相关处6000块的罚款。记者台中报道。